屌你媽，走起身單嚟啊！食飽啲啊，單嚟都冇嚟啊！收到。今日要去梅州見我哋個抖音朋友方總啊！唔講啦，打個卡出發。頂唔等啊！吐槽下呢個寶馬 i3啊！當年其實差唔多30個落地嘅，單程400公里都行唔到，行到200幾冇乜信心啊！亦吉落油啦，依家隻車好似平咗，依家好似23個幾就落到。表現成了魅力嘛！介紹乜撚嘢啊你？客戶推薦嘅當地嘅特色魚粉，15年老店啊！嘗嘗先啊！順利搞掂，仲有時間，梅州半日遊啊！唔知咩地方啊，撐入去睇下。阿太二烧小毛料靓仔啊！啊，不用，冇愛。又要請食飯啊！哦，成識講啊，客家話。這啲 feel 唔係話買車買好長。樂觀面對呢個人生多唔多？係咪？好多謝呢位梅州朋友幾百公里過嚟支持，就係呢台比亞迪漢，黑色中式內籠，全程安排好晒㗎啦，1個星期左右搞掂。今日都係第一次過嚟，直接提走就 OK 啦。